大家好，我是马克。大家好，我是永义开，我要是管家李白诶。施天普。因为买本土地，你小时给播而讨论的主题叫做金山小鹤。来，马克先告诉大家，鹤的特征是什么？鹤的特征，它就是体型稍大，然后呢腿细长，2，然后呢脖子有淡黄色的毛，3，然后体型较一般的白鹭鸶还要大2、3倍。很清楚，马克列了4个特征，大家往左边看，黑板上那一只是鸭吧？是鹤，它是鹤。明明我讲是金山小鹤，怎么个发出是金山阿牛嘞？不如是阿不是系好，看来看第二礼拜金山小鹤哪位来？西伯利亚。2014年、12月13日，台灣北海岸的金山和電人們對嘢動到影下，被登貴太平洋全球上彩翕相，感覺係有外星人客。哇！竟然係一隻天幕暗夜對西伯利亞比約6000公里來到台灣的拍鶴嘅。拍鶴嘅對國際自然保護聯盟通通就被馬蹄的物種封皮書保育等級，係本人列作為就係馬蹄的物種。意思就是講，10年內出群的數量可能會存到20%，現是全世界存沒4000隻。拍鶴嘅係一種大型的水貂，長到140公分咁高，同4、5年級的學生嘅同樣高，唔過長10公斤咁重嘅，好似赤膊的金光，還有細長嘅細銅膊。拍鶴嘅就按呢啲金山的天橋故身嘅，是唔過也得嘅有叫嘅有講中年啲嘅血肉嘅，還有菜熱熱氣氣，用嚟看都唔合適一種大型的野生水貂啲也故身。因原來人類同貂嘅就按呢講嘅咧。係認真以為佢改變你也得為嘅想法咯。金山望海出海橋嘅實體南洋東皮，也100年來都係4天1點站嘅素材。唔過以為拍鶴嘅農民嘅耕種方式，以為動態嘅改變。这是小鹤来到金山的基地，同时也是我旁边这位农夫伯伯的水田。那我们想请问阿伯一些问题。阿伯，小鹤来到恁家，敢有对你的工课有啥物影响？种是会种的啦，但是收成减去啊，拢去互食去啊。白鹤来，伊拢食我的莲子头啊，去互食去哦，你收成当然减少的啊，减1半较低去啊。阿爸講啲天橋學會連登私鐵，仲搞順韓國蓮花，當然會開放本人摘蓮花，也係其其他嘅屬業。唔過以為拍鶴嘅就數到破壞嘅，亦都講中意無腦嘅腳走，也係認證台灣生態公園基金會啲亞大尾同亞到阿爸講交通好些嘅。小白鹤剛來的時候呢，其實它特別喜歡吃阿伯田裡頭的福壽螺，一天呢大概可以吃300顆的福壽螺，所以阿伯也在冬天沒有要種作物的季節，非常歡迎他說，好吧，那你就留下來，那幫我吃福壽螺，幫我除害。可是到了隔年的春天，其實農夫他們要插秧啦，小白鶴還沒走，那怎麼辦呢？所以那時候我們就請農民伯伯說，我們來種友善耕作的作物，你都不要放農藥，也不要放殺草劑。噴了藥的話，這些動物去吃了這些有毒的食物死了，有可能小白鶴會吃到，那小白鶴也會中毒。所以我們就跟農夫伯伯說，可不可以你的田裡頭都不要噴藥，然後你生產出來的這些農作物，我們基金會來幫你一起把它賣掉。阿姨，你這些東西賣這是要為什麼？這位小鶴木守護基金，義賣所得都歸為小鶴的守護基金，專款專用。基金會買嘅農民用友善土地嘅耕種方式種出嚟嘅農產品，限定義賣，亦都阿爸講就很強下腳拍鶴嘅，限留條苗嘅出體嘅。豬仔若捕落時哦，迄個水鴨會來吹這豬仔頭，我迄網仔牽落哦，水鴨唔敢來。啊，舊年即久爾我就看啊，白鶴來我就無看。啊，行落去甲放着啊！
以前的人可能都用除草剂直接喷一喷就好了，可是现在为了保护小鹤的安全，现在这里的农夫都采用手工除草。那现在秀秀已经在帮忙，就让我也一起去帮忙吧。拍好嘅伊從一啲也對阿伯哥對佢當好，特別阿伯哥係落鐵，佢就會停定佢，就做係錢營養嘅。我公司他就跑過來，他也愛看你在做什麼東西，他跳舞給我看，他會跳舞，他一直跳一直跳，跳完他有禮貌，會敬你，他會敬你，你看就敬你，會敬你對吧？你看跳好，他要去上班了。他在後面給你講話，一直叫我休息，不要工作。白鶴對恁現卡那就好朋友呢。伊較好啦，我較好啦。他呢，白鶴他好，有良心，他有禮貌，有衛生，還有頑皮，是，他有。韓隊長平安長發現，原來你係支團動感童年的銀河情人，讓俾你讀阿伯好多奶。好的是杭斗奶，昨天讲话亦步亦趋。其实张天在旁边有很多白鹭鸶，那白鹭鸶也跟阿北这样感觉有在互动啊？为什么要特别介绍小鹤呢？因为小鹤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，而且它现在已经在这个红皮书里面是非常危险，几乎要绝种了。所以我们就是会想说特别的来了解它。明理講嘅，強強將馬蹄嘅不種紅皮書係由國際自然保護聯盟編列名錄，也提到列出嘅需要保護嘅通知物，涵蓋咗按馬蹄嘅長度、本族冇共用嘅等級。我們那天我跟秀秀去採訪的時候，阿伯也跟我說過，他說他在走在田裡走路的時候，他都去叼他的衣服，怕他跌倒這樣。而且他特別喜歡吃福壽螺，真的。那我們有自己的動物，或是台灣本原生種的，也是在他們這個紅皮書裡面的嗎？有，就是那個台灣雲豹，它現在基本上來說，在世界上已經看不到，它已經絕滅了。就是 IUCN 上面所謂的完全世界上沒有任何一隻了。所以現在全世界都沒有台灣雲豹。那除了雲豹，還有什麼動物？還有台灣白海豚，它現在是處於極危狀態。它就是在那個台灣的西海岸那邊就常出現，還有一隻食蛇龜，它現在是 IUCN 裡面的瀕危，然後它身上的特徵有就是它身上有一條黃線，它這個對它這個凹槽，它這個凸起來的地方就是有一條黃線，這是它的特徵。絕滅是不管是人養的還是野生的都已經全部消失了，但是野外絕滅的。它是野生的消失了，但是人養的還在。能不能給我們一個例子？例子就像是我們台灣的台灣梅花鹿，它的野生的已經全部消失了，現在只剩下人工圈養的。所以數量上有統計嗎？數量上有，現在差不多已經有2000多隻。OK， 我們看了幾個我們本土種的這些瀕危或是極危的動物，然後也看了。在台灣再也看不到台灣雲豹，讓我們回到一開始我們今天的主題，這個金山小鶴，到底外形因係講去到當地，看到咁嘅狀況，有乜嘅反應？看來看呢個禮拜嘅社會太現場。他說我的水田來的稀客叫五告後，稀客就是很少會出現的客人，要叫稀客，很少會來的客人。那你喜歡看這個小白鶴嗎？喜歡。當然都有眾多人客來到金山看拍鶴嘅，無論係睇兒細子都當上會入圈去。請問你們來過幾次？我們來的次數應該是數不清的，因為從他 baby 的時候，因為那個我兒子他對鳥非常感興趣，所以從他還是醜小鴨一直到現在這麼漂亮。然後我們就是大概，因為我們住在桃園，所以有一點距離，但是我們都盡量大概2個禮拜到1個月之間就會來看它。因為我們已經來看好幾次了，對啊，其實小朋友來就可以了解小白鶴的，它為什麼會在這裡，那它生長環境是什麼，然後需要我們去注意怎麼樣去關心它、愛護它。
那我们希望可以让它有个好的生活环境，让以后的孩子都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物种。虽然拍好嘅动物方面，不过记得健美宠物係受到保育嘅野生動物咯。家兩位先東橋係講航天家會被救濟喎。这是它的领域嘛。如果你太靠近了，它会啄你呀。去年莲花开放的时候，有游客下去嘛，最少被它啄的，差不多7、8个人以上被它啄。啄的话鍾先生係新北市通保處嘅通保員，喺亞洲拍好嘅專門保全，係負責保護韓國秋犬觀察拍好嘅。我們來這裡觀察小鶴需要有什麼特別的原則嗎？我們要來觀察小鶴的話，最主要是說保持距離，這樣子，不要讓遊客靠近它，這樣子。靠近它的話，等於說有的遊客就是說想要摸它、觸摸它，這個是不違法的。那可以餵食嗎？不可以餵食，我們禁止餵食。如果有嚟看拍好嘅主題，莫行鐵架，唔好飛機。韓國拍好嘅動物出鏡，天窗唔好吵吵鬧鬧哦。那小鶴在這邊有什麼天敵嗎？對，還有狗。那如果晚上有野狗跑進去攻擊小鶴，你會怎麼處理？晚上的話，我們是有誘捕籠在這邊。一般的野狗的話，小鶴會飛啦，是不會怕它們。就是怕說一次來了6、7隻、7、8隻這樣子，用圍的攻擊它這樣子。大部分小鶴不會怕。現在都不怕生，那你不怕它將來如果停在某一個地方，然後被人家捕殺了？所以這是一個很沉重的問題哈。所以這件事情的話，我們是用最少的干擾，讓他去了解人類，然後也讓他知道人不是全部都是好人。我今天來到這裡，我學到很多關於小鶴的一些知識啊，或是它的趣事。我覺得這就是調皮搗蛋的小寶寶。而我今天也體會到了說，他們農民為了保護小鶴，不用殺草劑，他們就是改用手工的方式去把這些草除掉。我覺得很辛苦。我今天在田地裡面就是學到了工具的用法，所以覺得收穫很多。在那現場，飲咗落真難嘅係金杯嘅蛇蚵立衝上。來表達立場之前，我請教你們幾個問題：你們贊不贊成把小鶴送回它原來的地方西伯利亞？你高度贊成的就站到5分的這個箱子上；你完全不贊成的，你覺得應該留在台灣的，你在1或者在其他地方都有可能。來，請表達你們的立場。大家開始移動了，上下的時候請小心。來，這麼快，確定了嗎？確定。我們從人數少的開始。因為那是它原本應該在的地方，我們應該把它送回去，然後讓它再歸回大自然，然後再歸回它原本應該有的生態的那個，就是有生態的規則這樣子。很中性的兩位同事 ，Lady First， 妮妮，為什麼你是3分？因為我是一部分是贊同秀秀說法，我是想要讓它回到它原本應該要的族群裡面。可是，一方面，他們那邊有一些他喜歡吃的，像根莖類、地瓜、蓮藕，而且還有他特別喜歡吃的福壽螺。所以我覺得說他不一定要回去，他如果要回去就自己回去，不要回去就繼續待在這。所以我選3分，因為他第一次來台灣，如果還要自己飛回去，在路上應該會遇到很多危險，就像這個馬克所擔心的，說不定到時候有其他的野狗啊，或是野生動物，如果我們不注意的時候會傷害到它。有人就建議，何不把它送到動物園裡，透過專業的保育員細心的照料它。你贊成把小鶴送到動物園的，一樣是5分；不贊成的是1分，請表態。走的方向還挺一致的。我覺得到動物園其實只是把它活生生的關進一個監獄，畢竟在動物園，它就只是可能到了一定的時間，就換到一個比較大的透明的籠子裡，讓別人付錢進來看它。可是這對它完全沒有好處，像是它也不能自由的飛翔啊，而且它也不能像現在一天吃到300顆福壽螺。但是
如果不送到动物园的话，但是它又有危险，所以然后可能会被野狗攻击啊，或者是很多的生命危险。如果要你2选1，你会选择送去动物园还是不送去动物园？还是也不送去吧。不送去动物园。那最后一个问题，我要请教3位表达你们的立场。对現狀看到阿伯那個關係越來越好，從年係我家講到有充分強壯的情感。那你們覺得像小鶴這一類，我們剛才介紹很多其他的野生動物，野生動物應該跟人類，或者說人類應該跟野生動物親近嗎？2、3、4，來，請問秀霞，你是不想移動，腳很酸？不是，就是因为还是一样平等啊，就是因为人如果不跟野生动物亲近的话，他就无法了解野生动物，然后野生动物也可能会对人类有戒备心，然后如果人类不小心去接近野生动物的时候，野生动物可能会攻击之类的。OK， 你怕会有发生这个意外的状况？来，妮妮，我是认为说，如果我们不太去跟野生动物接触的话，它对我们的敌意就比较不会那么大。而一方面，我站的比较没有站在1，是因为我觉得说，如果我们没有去更了解它，就是接近它一点点，那我们就不会知道像今天那些小鹤的资讯啊，然后白海豚这些资讯。人类接近动物就会有一定的危险性，因为动物它有它的野性。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人要多亲近动物。亲近大自然，这样子就跟你刚讲的一样，这样子动物也会比较亲近我们。請問3屆社會表態，佢用係針對家下嘅3種問題，填寫挑戰嘅觀眾朋友，尤其係同學，你嘅立場要係乜嘅，做得好好想一下。以上係上半場嘅節目，稍後咧先歇看一下，廣告之後，看嚟看下禮拜社會看世界。長命連續假期嘅時節，通報處接到通報，拍好嘅本叫嘅叫，為到保護期，通報處去查證地，若拍好嘅叫嘅係隔日零散票嘅，也幾件要求要叫為嘅嘢，但叫為出去家下，堅持愛探索嘅，就唔會再個有安嘅事情發生。反正到下半場嘅節目，我哋進行係社會看世界，透過國際新聞嘅相片來認識冇窮人國家。來，提前我哋看到2禮拜嘅相片，請各位社會詳細看一下這張照片，仔細看咯。我們待會就要出題了。秀秀，你看得很仔細，我可能眼睛都眯起來了。你看到什麼線索？就是他們舉的牌子，都是一樣的字。都是一樣的字。那 Mark 呢？你看到什麼線索？他們都是躺在鐵軌上面。鐵軌，每個人都看到鐵軌了嗎？我們有題目嘍。小男孩為什麼要躺在鐵軌上？我們在這個裡面有2個選項。如果你覺得他是想要回家的，就舉我們這個台灣獼猴的照片；如果你覺得他想要離開家鄉的，寫那台灣烏絨的相片。因為他有寫一個 open， 而且強調紅字。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想要回到家鄉，因為他躺在鐵軌上，對，而且那好像是火車的鐵軌，然後我覺得他們應該是想要搭着火車回到家鄉，所以才會躺在火車的鐵軌上。再給你第3個提示，一個歐洲的地圖，中東的地圖，我們看到有阿富汗跟希臘，一個是中東的國家，一個是歐洲的國家。Mark， 你覺得呢？應該還是一樣吧，應該說他們想要回到希臘，因為阿富汗這邊可能會有戰爭之類的。你覺得這些是希臘的小朋友嗎？希臘是歐洲國家，你覺得這些是歐洲人嗎？他的膚色，他的長相，你覺得他們是哪裡人？我覺得他們應該是阿富汗的。阿富汗人。對不起，在你講話的同時，他轉了，有人偷偷轉了手上的牌子啊！他也加入你的陣營了。你繼續講你的這個陳述。阿富汗這個地方是比較算常打仗的一個地方。那他們既然都躺在鐵軌，可能是因為身份是難民，所以沒辦法轉移到其他國家。他們就用這種方式來跟大家講說，他們不想要繼續待在這種很可怕的
的一个地方，就算那是他们的家，可是他们希望说可以离开到一个比较和平、可以安心过日子的地方。秀秀，现在2对1了，你的立场有没有动摇？是有，可是我既然我是想说，我既然选这个答案，那我就不要改，盯住就对了。对 ，OK， 来，答案是什么？想逃离家乡。想逃离家乡。谁可以告诉我？刚才大家已经约略看到阿富汗跟希腊相对位置，我们这边有个世界地图。假设我们要在地图上标出希腊在哪里，因为他们现在是在希腊的境内，谁可以在地图上指出希腊在哪里的？差不多在这个地方。哎，你是原本就知道，还是看到刚才的地图你才知道的？原本社會課就有教。OK， 社會課就教。上面導航嘅40個位係對阿富汗來嘅，加速航嘅排嘢下定，愛開放國嘅不安樂意。加到認真戰爭離開家園，想要走到歐洲去，唔過對希臘向北偏行嘅時節，馬其頓老甲嘅素材關起來嘅。加到南面，捲靠啲甲嘅鐵軌路航搭帳篷，也幾長年來捲靠14舊機皮來講嘢咧。来，第2個題目也是從照片開始，大家看清楚了，給你們5秒的時間。好，秀秀請說，你看到什麼？那個是超級高的腳踏車。腳踏車，有人騎超級高的腳踏車。然後他拿着美國的國旗，跟那個是那個叫什麼？不是菲律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另外一個國家的國旗。美國的國旗，你確定？你看到什麼？我是看到，我就是下面的人在对他指指点点的，指指点点的，你看得出他们的表情是有点算是，另外一边是这边是感觉说很新奇在拍他。OK， 来，给你们一个提示，你觉得这个人骑脚踏车在表演目的是什么？如果是为了欢迎美国总统，你们手上的牌子就请秀出台湾猕猴。如果是反对跟美国做生意，我不高兴，我不想跟美国做生意，就拿出台湾黑熊的牌子。第一波的解答已经有2个人选了台湾黑熊。你还陷入长考。我觉得他应该会很久之后才会做决定。对，我应该蛮久的。你要不要再给你3秒钟、2秒钟、1秒钟，请作答。很难得3个人答案都一致哎，因为他一手拿着美国的国旗，另外一手可能是拿着自己国家的国旗。对。然后呢，他就是这骑脚踏车表演，我觉得拿2个国旗的意思就是说，就是不喜欢自己的国家跟美国做生意。我既然不喜欢美国，为什么要拿美国的国旗？因为反对啊，拿着自己的国家的国旗啊。哦，再给你们一个提示。刚才我们看到很多人的照片，我们现在把它聚焦在一个老阿婆，有没有一个年纪很大的老奶奶的身上？你们觉得这个老奶奶的表情跟刚才我们那个题目有什么相关？她好像是很微笑的看着他吧？你要放大吗？好像是微笑的看着那个人。对。我是觉得说他只是在看表演，准备看他摔下来的样子。看他摔下来的样子。来，究竟这个人是为了要第一是台湾猕猴的欢迎美国总统，还是台湾黑熊的反对跟美国做生意？有人要改变答案的吗？有人要准备转下。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临时改变心意？因为我看到后面有一台比较感觉气派的车子。哎，你说这一台吗？后面这一台。因为它看起来不像是杂牌的。所以跟欢迎美国总统有什么关系？因为总统都比较会做比较高级一点的车，然后可能前面就是先吸引众人的目光，然后最后就会聚焦他开路。你也想改变答案的吗？没有，我没有。那你为什么把他的故事讲得这么完整？他就是开路的。所以 OK， 大家都确定了哈。公布解答。哈哈。还好我有变。为什么？哎，等一下，为什么？他是要欢迎美国总统。這張相片係喺古巴起嘅。古巴最啲美國嘅東南邊，佢長期同美國對立，美國很封鎖為古巴嘅經濟，故說古巴冇辦法進口石油、韓國工業設備入到美國去，有60年研究嘅。今年美國總統奧巴馬來到位，代表兩個國家對立嘅關係開始改變嘅。
经济情形可能会较好，故作一头人都行上街路，欢喜庆祝亚件事情。看到20名女众，一定要请教大家的问题的。如果难民来台湾，你愿意接受他们吗？这些问题大家好好思考哦。下个礼拜记得准时收听《社会是天谱》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竟然係一架天幕暗夜對西伯利亞以約6000公里來到台灣的拍拖嘅。我們應該把它送回去，然後讓它再歸回大自然，然後再歸回它原本應該有的生態。因為他第一次來台灣，如果還要自己飛回去，在路上應該會遇到很多危險。